15名小朋友一个用花空气球打扮成花神的模样，相当的水。现场还有中老社区的陪狗戏、腌绿豆花、手画花神、开线等 DIY， 不少亲子家庭拢来参加。北区公所只会配合水利局的12花神无水落水头，特别举办新红迎花神、保生送平安活动。透过污水孔盖的一个宣导啊，让民众知道说，台南市除了说有这个污水以外，还有这么多的一个庙宇跟那个文化在，来行销北区有特色的一个文化庙宇，特别是北区的3座保生大帝庙。保生大帝本身就是一个医神，那也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，还有今天的走读活动，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有机会来北区走走，来走访文化园区里面的老庙、老街。北区的顶北坊是当地信用中心，因此也佮结合区内3间保生大帝庙宇，甲台南市保育文化资产冠生坊庙、府城冠生坊爷孙，用多元生活化的体验活动，让民众伫庙埕以轻松活泼的方式，认识地方信仰甲文化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